大家好啊！現在係亞基電視台咧，狗仔對亞基咧，為大家咧揭露一下近期城中鬧得熱烘烘嘅芒果夫人。芒果夫人咧喺台中出現，而家咧我哋近距離監察芒果夫人一舉一動啊！咁啊，芒果夫人咧嘅行蹤係好神秘。我哋而家見到芒果夫人咧喺度揀緊啲啞鈴啊！咁啊，應該攞嚟練下手臂嘅力量啊！因為芒果夫人咧都有打羽毛球。咁啊，睇下邊個啞鈴重啲咧，就可以攞嚟練下手腕嘅力量。另外呢度都係有其他健身嘅器材，例如呢個咁咧，就可以練到腿部嘅力量啊！揾個腿夾住嘅時候咧，就可以練到大髀嘅肌肉。咁啊，呢個咧就可以練頭紮嘅咁樣。咁啊，呢啲都係芒果夫人平時攞嚟練體能嘅一啲用品。亞基電視台咧，狗仔隊亞基咧報道芒果夫人選購體育用品嘅新聞咧，報道到嚟呢度嚇。而家將支咪交翻俾本台。